俺又来到马来西亚了。马来西亚係個多元種族嘅國家，呢度華人係第二大民族，有廣東、福建同潮州人。呢度華人呢有20%就係俺客家鄉親啦。第上一擺小嘅歌手莊子誠，也就係非洲客和馬來西亞嘅神話歌後。今日俺要繼續來小嘅滿族客同泰古客同馬來西亞聖米蘭族嘅大量歷史。準備好嘛？節目要開始了。噔噔噔，喂！客家人有名堂，拍手！耶耶耶耶！交代，新哥又见面啦！又见面啦，好棒！男主角在这边呐。有吗？新哥，俺们呀吼，俺哋两煞见面用为要多两片呢。今日咧約係一位朋友見面咧，希望俾大家知道咧，我哋客家人來到馬來西亞富裕嘅地方咧，好多客家人。但係咧，也有其他嘅唔同嘅人，係福建人啦、海南人啦、廣東人啦，乜雞都有。但係而家你咪分配咯，係有啲咁嘅時候看到佢到底係乜雞人呢？而看佢嘅門牌啦，嘅翻譯都知道。哎呦！神奇嘅觀眾朋友，佢門牌之地，佢係哪位人啊？一老眼人嘅客家人有名堂嘅同好啊吼，有一啲相似。你下做啲搞眼用蠻快嘛？佢人係向日囂拜，噔，那邊，黃色啊！好，看到了。仁和藥行，它的翻譯英文叫陰貨就是客家的翻譯，沒錯，就係客家人啊。哦，那這樣子有沒有不是客家人的招牌？如果它的招牌是仁和。就是 YAN W 的 W 開頭 WOH 的那個就是廣東哇，仁和來，那個廣東話的仁和再一次仁和，那客家話仁和哦，所以佛嘻啦哈，就是從那個拼音就可以知道了。是的，如果再看這邊家豐有限公司，如果是客家的話，就是家豐有限公司嘛，家豐一定就是 KAHFONG，對，可是現在是 KIAHO。家豐，那它就是福建啊，有點像那個台語啊，後落發有。是，對。哦，原來如此啊，好神奇哦！這邊還有一個招牌，我們來看一下好了，好不好？他們做秦城嘛，他叫坤生啊，應該是潮州人。潮州人哦，這是潮州的發音，坤生。新哥呢，老眼又都咧給路風啊，吼，是有它的用意的。老的英式建築，然後呢，從招牌之底係哪位來人啊？故說觀眾朋友，現在呢就跟着我們的腳步呢，一起去看一看咯。真見當神奇，不得了嘅大發現呢！總之成功啊！馬來西亞華人嘅店名同英文名都係用方言發音來發譯嘅。故所以看英文，隨就本嚟出潮州、福佬同客家族群。也係馬來西亞華人圈當重要嘅特色，正見咩同同學當相搶。就頭錄音結束嘅下，總之成旋風接到木卡度打來嘅天花，講有當急嘅事情要處理，稍後來嘅行程就先交本家園至家去完成了。一下我已經隨轉到聖米蘭族嘅人來，也特別咩起嚟當到客家鄉親。家園愛拜訪嘅係一個同馬來西亞當實猛傳統客家文化嘅客家主題哦。講到那個客家人下南洋嘅時節，廣東嘅片啊嘅梅族、惠族、惠豐、陸豐，還有太埔客，這片客家人啊下南洋見大片嘅情形係用辦呢，來到馬來西亞一定會問一聲生門哥，哎呀迎接一下。生門哥，你好，我係超國堂嘅戴家園小戴啊，你好啊，生門哥，請問貴鄉？香中強火堂。強火堂、清河堂，你下下人慢慢來講吼，有冇嘅建築歷史啦，同我小記一下好嘛？華人來到會主要係採礦啊，細礦。香蜜，在滿店，在滿店。在愛會咧主要係塑膠，你知道嗎？各膠。橡膠。各橡膠。哦。你來大部分嘅老年，創始擺都係做樹，所以愛會有好多店，要燒那個樹嘅。塑膠嘅店，插貨店，都接近100年的老店。是，哦，對咧，你講上面都有這個年份啊，1919啊，1926啊嘛有誒吼。
此时伫亚达贝出世，伫亚达贝台嘅众生文讲，头亚条年来老街坊看得到嘅亚条建筑，都已经有100年以上嘅历史了。也现正国数年发达嘅4钟头，适当闹热，老街地度还有吸烟。不过现正城市嘅发展，有条路既然拆拆起高位，不过呢还是对有条建筑项嘅特色来分别加研推。要我係拎重橋，係地胎嘅重橋。你講嘅重橋係乜嘅意思啊？窗口啊。哦，窗口，係佢已經改過。有改過咧。呢度冇改裝過。呢度仲係用板嚟嚟開，係即係 Q 時位，我哋可以看咗出去用重橋嚟看。哦，用重橋嚟看佢嘅年代。全部係會啊，馬來西亞係咗5架機，架機係馬來話。架機用慢一下。KAKI 架機。卡機哦。架機就係腳。叫卡機，係叫嘅意思。5 feet，點咧全部都要5架機。哦，真嘅咧。你看，那會唔會同你有個走廊啦？走廊5 feet。5 feet。哦，卡機是英殖民的建築風格。我到了這個廈門，看到也一樣的建築風格。架機。因為個窿，有下面有人敲門，我們不需要下來，我們說上面一開就知道誰在下面。哇塞！對，現在都沒有了。現在沒有了。哦。一來安全。對。第二，我們可以看到誰走，不需要再下來。所以你說那個孔是在？就在門口上面一點點。對，哦，可以看得到。以前的人的那個設計非常的好。哦。有這樣的一個方便。簡單來講，5腳機就是英國出面政府規定，是做得有5印刷法行龍啦。同馬來西亞依然看得到像台灣嘅風風哦。二來行人喺呢都係亞種融合嘅南洋出面風格嘅喎。行個眾生文嘅路幅啊，就係後背亞東路。頭位店面係做生意，一下阿妹退休嘅，做出數起來嘅。很多嘞。大坪，怎麼會有一個這個大坪在這邊啊？那個泰在客家音裡面，大就是太平，大，它寫起來就變成了大平。哎，真的呢。也有一種大家平安的意思。大家平安的，哎，這樣子講也蠻好的。大家平安。我也希望說啊，全世界各地的華人都大家平平安安。是。只要過一個好日子。哎，用埋你這個門口上面啊，通常都會掛一個晴火筒啊，你會唔會掛了台票？錢河塘，所以我哋馬來西亞南洋嘅堂都係要凡人都要放。係，咁我哋做生意要黐架嘅學校，做咩相撞，係做生意用嘅招牌。哇，所以可以當做小堂號，也可以當做招牌。哇，厲害！生門口一個招牌這兩邊咧。進去裡面看一下。總部嘅老主公係對廣東梅縣白兔村來嘅。2005年，眾生文是帶領幾戶客人轉到老福前景。佢講啊，見到多年來嘅主公風水檔，還係寫定嚴強嘅天命。自家名嘅咪係照四皮表嘅文字來按呢。一下係啲馬來西亞，唔過行人嘅傳統，自家見唔敢貼標題。因為阿公做高僧，也所有嘅傳承同教師，全部都係對阿婆來嘅。一下佢啲馬來西亞，咪實忙傳統客家文化，甚至還隨身嘅一出客家紀錄片咯。下落太水咯，噼里啪啦噼啦，太假講吧，他太上調了，好不好？用丹田的，當有啦哈。阿婆嘅故事啊，你記得嘛？阿婆嘅花名最出名咯，柳說蓮花要一婆。口說蓮花要一婆，要一就是我們公公的名啊。要一婆出蓮花，口出蓮花意思啊。很會說，說好話啊。好話的哦。所以街坊很多很喜歡跟他談天。是，又下雨了，是。我們只要一講到要一婆就下雨了。很開心。很開心啦，就大家還記得我。哎呦哎呦。你看，雖然他沒有機會受教育，沒有念過書，但是懂得做人的道理。所以會對社會啊、附近對這個社區啊有很大的貢獻。我們的家教就是不能說出口，所以再複雜的環境，說出口那個懲罰很嚴重。對，不能講髒話的意思啦。先關包出毒誒。馬該又來了，再翻譯一次，
很厉害哦。小孩子不听话，就是我们以前用的藤条，那个我们叫网线杆，好啊。网线杆。包猪肚的，就是我们绞的肉就包猪肚，就拿来焖猪肉。哎呦。网线杆包猪肚的。竹笋炒肉丝，你上班讲诶，竹笋有啊，跟网线杆啊，啪啪啪啪啪那种大。那社会时间嘛有炒过嘅。网线杆包猪肚嘅。哦。排队网线杆包猪肚。还排队嘞！哇塞！一个犯错全部打。一个连做法，哎呦，集体惩罚，真的呢。二姐应该很少被打吧？没有，最多的。对你最多啊，又很高安厉害。因为我很喜欢跑。哦。满山跑，满街跑。正文有拐嘛？係啊，我哋一講係飽飯。啊。飽飯咧，之中也開嘅來啱見。那本書啱啱講見。这个啊，我们家里是重男轻女，少神台啊。啊，他们以前老人家说只能够男的来做。哇。所以我们姐姐啊，都你看这个表情就很不炫了，你看。上山砍柴，劈柴，什么都要做，哎呦。穿衣服还塞的。很整齐这样子，哇！这个不是重点啊，我们讲唐号的。以社会时节摆个总部的个牌位，蛋糕有下统号嘛？毛下。毛啊。清河啊，这个字已经没有在用了。哎呦。我们在马来西亚很多这个神主牌都没有放这个。那你们怎么会知道说，俺是清火筒我们回2年前去寻根。梅州，我们找到了我们的族谱。哦哟，日頭唱作亂煎沙綿肉，亂煎沙綿肉哦，豆芽菜就很像是那個亂煎沙綿，對，然後豆腐這邊就是綿肉軟綿綿，這叫做亂棍打死豬八戒。太厲害了！哦，亂棍子一樣啦。去寻根，梅州，我们找到了我们的族谱。哦哟，有看到嘞。清钱逝则金剑加身，这只有我们张家才可以用的，对不对？是。哇，这个是后来我们去梅县回到白渡村找回来的族谱。做以咧客家字體，從新聞同馬來西亞傳統客家同客家文化當實忙，佢咩事來台灣參考，希望同台灣嘅同學文化推廣傳承俾下一代，本同學語言同馬來西亞個個調起來。好啦，拍攝啦哈，在這邊打擾大家了，你們休息時間還來這邊採訪，這麼肚子有沒有餓啦？當然有。介紹你馬沙客家人嘅菜。哎呦，入邊有啊！客家人出名是炸肉，炸肉，炸完肉再拿去焖，再拿去焖啊！哇塞，用木耳再焖。改了一，我们这样子比镜头就可以過去了。1、2、3，吃飯。今日啊，正見當今車總新聞一部人嘅招待同組盤，接下來要去食嘅客家朋友，台灣食唔到哦。唔過啲馬來西亞實係一出夢食就做唔得。當經典嘅客家菜喲！哇，肉太碎嘞！郑木哥，肉太碎嘞，怎么辦？馬來西亞很普通啊，很普通啊。對，午後常常下大雨，下雨過後比較涼爽。真的，比較涼爽。對，不會太熱了。涼爽之後會怎麼樣？肚臍搖嘞，會吃東西嘞啊。你講肚發餓，肚發餓啊，牙青餓呢？好食，新馬街。還會最出名嘅客家炸肉。炸肉啊，馬少洲、你州啊。加嘅嚟啊，拉土司啊，拉土司做。就是哦，都做以迄個調價咯。調價，老師。哦，調，哎呦呀，調價要拔，先敬你一下，握手呀。哦，歸鄉，恰，謝謝你，謝謝。哦，多謝。乜雞桶啊？寶樹桶啊！我有第幾個嘅桶好啊？有放，仲要看嚟話一桶。冇啊！你掉那些有啊，有拍到有牌。有牌啊！寶樹。點不一樣哈？有些要清重要的任務啊。
你头前讲的炸肉，客家炸肉，糖讲的过程轻柔，很繁琐。唔简单，唔简单，冇简单，冇简单。愛做客家朋友啊，真嘅冇按改，就愛兩天2年嘅時間。香料要做馬挑夫兒，香灰也要按到，3層肉先滷1日，泡好過後再個烚4點鐘，行去冰冷等1日。真嘅係當好時嘅熟滷菜呢。用菜一鬆咗，總之神就出現了呢。一時間都好揾總生活，臨時有事情要先離開。總之神啊，唔正經當有失落呢。客家炸肉啊，吼，还有意义非凡的哦，用盘意义非凡，厨師自家來修改一下。客家炸肉小姐亦都釀咯，釀咯，炸肉慢慢燜。哦，故說還有關於的會演員呢，唔會讓你印象中哦，炸肉早啊。客家的炸肉真的是我們客家人必備的年菜。我第一次吃到哇天哪，我是客家人啊！證明你不是我的朋友，沒有看過我的 FB。哦，哎呦，所以你 FB 上面常常分享一些客家。過年的時候，這一道菜一定會出現。哎呦，我們先來品嘗看看。專家就是這樣一次一口的哈。你要拌成木耳魚子啊。怎麼樣？那一道怎麼樣？大哥，你蹦翻清後啊。很下飯。好不好？有啊，應該鹹的啊吼，還有個肉啊，有皮的後是還有個瘦肉啊，咬起來唔會卡牙縫的，唔會硬的，有綿的哦，還有個木耳跟我們家不一樣，它是大片。講到這個，我有一個小的故事要說。真的？我小時候啊，就太靠6、7歲嘅時候。會出馬啊！出馬咩發燒嘛，嗰種東西的嘛。啱過年的時候，然後家裡就做很多的年菜，特別會炸，那個炸肉的味道很香。然後我們把它蓋着要隔夜的嘛。我就趁半夜的時候偷溜去拿來吃。因為已經忍不住了，1個禮拜沒吃過什麼，因為蕁麻疹都不能吃。還有挑絲啊炸肉，被我媽媽發現了。哎呦，丟失了！不是啊，一巴掌開過來，像那個慢鏡頭一樣。那個炸肉飛出去，因為你出蕁麻疹，你不能亂吃東西，你亂吃東西還要給廟好，不然會發作啊，是怎樣？客家炸肉啊，個味道清香，可以傳很遠。好香嘅，係啊，你冇話邊度嘅？遠方南魚啦，遠方魚香豚啦，有啊。炸這個炸肉的時候啊，整個村子都聞到鹽炸肉的味道，很香呢，對不對？客家朋友係對廣東非族來嘅。不過啲非族咪識唔到也出菜喲，年輕嘅朋友係早嘅，不過因為馬來西亞炎熱，識早嘅朋友啊，火氣會較大，故所客家婦人家就同朋友拿去烚，要隔夜做得出10氣嘅木米，改良版嘅客家朋友就按呢變做嘅馬來西亞無人唔知嘅國民菜喲。除咗客家朋友，頭家還準備嘅馬來西亞直接看得到嘅客家菜。頭家還同突出菜呀，都按呢當貼片的名嘅。唔同看啊，也出按到忘記啊。一套菜咁多，亂煎沙綿羊。亂煎沙綿羊哦。亂煎射綿羊。綿羊是那個羊啊，乃迪又蠻快，你看啊。這豆芽菜就很像是那個亂煎沙綿。對，然後豆腐這邊就是綿羊軟綿綿。頭家真嘅係當燒烤，當有創意呢。佢也出麵條炒肉絲，大家睇看啊，有很多嘛嘅喏。就叫做亂棍打死豬八戒。太厲害了！哦，亂棍子一樣啦。真嘅愛本頭家1萬隻讚呢，總之成都燒到肚子痛呢。也間傳統同年來係已經開業25年嘅老客家傳統，頭家係梅族客，老祖公係對廣東梅嘢來嘅，對車嘅同學，咪搶啲係保書堂。假如知識啊，接下來就教本嘢到，同頭家好好來說明看啊。
谢家的这个统后，我们这边可以来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享。东晋那个时候开始有点要灭亡了，哦，所以他想要请这个再从东山请这个谢安宰相出来，所以才会有一个成语叫做东山再起。哦，这就是因为跟谢安有关系的。同时也因为这样，东山也是谢姓的堂号，没错。住在宝树东山内，像车人还有陈留同飛機也兩隻同好。因為陳留係像車人嘅源頭地，土一下嘅河南省，飛機係前代設立嘅全名。土公宅附近呢係東晉香車家族嘅主要基地，故所香車人總共有4隻同好哦。先前20世紀神米蘭族培養嘅非族飛官，係總之成日到非族客當重要嘅基地，咪係馬來西亞非族客嘅原型同好。也是溫家園、莊生文還有車頭家嘅梅港屬飛官雙重了。來去培育。觀眾朋友，小弟來到馬來西亞，轉來咧，轉到烏卡咧。兩位係藝人嘅會長啊，嗬。我係梅港屬飛官嘅總會嘅主席。哦，五屬，阿亮咧。我係梅港屬飛官嘅會長。現在呢，五屬哪五屬？屬。梅縣、較量、平縣、興年、五法。兩行藝做得準不卡嘛？當然都得啊！當然的。哇，有7家人嘛。哇，7家人一家親。係非洲地嘛？客家人就一家親。客家人一家親。客家人一家親啊！但是，觀眾朋友，我是親上加親呐。個個藥材大哥踢，馬雞成年唔做的。藥材啲咩嗬？係內科除曉嘅嗬，叫做太千啊，出咧喺度千銀蟲啊嘛，啊謝謝喎，超20個好倉咯，8隻喐冇好倉呢個。客家一家親，但是觀眾朋友，我是親上加親呐，真正的回到家裡的感覺啦，好不好？非族嘅，我哋通叫下落去看一下梅江五屬會館，落去。哇，很好哦。非總，你係乜嘅組織啊？很厲害嘅。我哋係是米蘭梅港五屬會館嘅婦女組。婦女組啊！呢啲人見俾我嚟協。也條客家婦人家很排列嘅分野，真嘅係當感謝呢。婦族做嚟講係梅港屬飛官嘅康樂組，無論關懷老人家生日呢，也係節慶嘅團康活動，也條做錢總包嘅，係個全地自家屋企同好喎。你組織冇簡單呢，嗬，大家同啲地基咧嘅同好哦，我哋華人一天可以知道我哋嘅同校，尤其係我哋客家人。我哋天作有同校，每年都係記得，永遠流傳我哋嘅後台，本期知道。我哋飛官咧組織咧，到今下咧191年去。很久哦，191年。去是米蘭照咧，係天澤最舊嘅飛官。客家人乜衰嘢啊？客家人乜衰？乜衰？我很會喊口號呢，可以去競選啦。18世紀開始就有當道嘅客家人對家鄉來到馬來西亞打拼，為到大家照顧得到，對鄉家鄉來嘅共同供養理念嘅客家人就成立咗飛官，變做海外客家人堅強嘅精神支持同後盾。是米蘭族嘅梅港五屬飛官，就係喺安尼嘅情形下，到1826年成立，行到到1928年起做以下嘅規模。我哋梅港五屬飛官3月建下啲191年，因政府統治馬來西亞嘅時候，乜雞都冇，梅州人就來到梅州飛官落腳，然後喺梅港五屬飛官嘅成員介紹本期做一切嘅工作，然後做乜雞都介紹佢做工作，因此梅州人多時來去藥材店啊、布店啊、當店啊，有錢，數碼開店嘅，
所以我有钱啊。就係割書啦。以前我哋梅港五叔飛幹嘅招牌唔咩人樣嘅名嘅？哎呦，梅省飛幹。梅省啊！啊，梅省梅州，梅省即係梅州嘅城市梅名。嗯，後尾看到好多其他嘅籍貫嘅人就講梅州顯面較亮五花pin艷。嗯，我去梅省，但係梅省唔可以代表全部五叔嘅人啊。梅港有條太河，我母親嚇梅一隻堂口。即係講日就，亦係屬於隻堂口，所以我哋都改梅港五叔飛幹，就係五叔嘅人都可以落入入去。根據這種團結的這種意念的話，我們應該直接就叫客家人會館了。客家人會館。我哋有成立有客家公會聯合會，也有客家公會會館。哇塞！啊，有10米蘭就有，全部10米蘭就客家人嘅會館，有10隻單位，10隻會館。一下10米蘭族嘅客家公會，包含有海陸會館、非族會館，還有太埔客嘅茶用會館也有。條擺會館嘅功能係本同樣上有所歸，下有所終，都為後面客家人開始吃下來嘅結婚，人數變多嘅了後，要開始教育嘅工作。一年前來毛順禿啊，我都成立啟華小學。啟華小學就在校北教育方面，就嗌做私立學堂嚟嘅，喺度縣政府都唔冇贊助，嗌做私立學堂。嗌做啟華學堂前建在10米蘭條電掛掛個啟華小學華文小學，電掛掛當時有2000幾個學生，很多誒，2000幾個，係最多學生嘅。啊，還有啊，嚟清晨起一紮事情，你梅港五叔會館啊，吼，新疆誒，你喺乜嘢特色嘅建築啊？愛情時係縣政府統治馬來亞，愛情時就好多工程師在演結愛侶來在統治，愛情就好流行建築同演説嘅態度，好多吉隆坡廣場咁樣叫演説嘅，火車站就愛情時都好顯眼樣嘅建築。哦，6層樓啊，6層樓，6層樓，像城堡一樣，像城堡啊，有沒有？而且啊，屋子旁邊還有那個半圓形的那個建築，這樣真的是非常的英式啊！英式，就好多人家誤會以為回教建築，實際就唔咩回教式嘅建築。喺個蒙祖時代冇來小姐，還真見為老多係回教建築呢。梅港五叔會館係第1935年創辦嘅蒲蓉啟華小學，第1998年釋出會館，當今還係啲研院教學。阿公啊、太公嗰啲，其實冇乜嘅公民權，嗰啲可能我拿到嘅公民權，所以見一啲要嘅身份證咧，係比較難啲咯。難嘅情況之下，後才要啲會館，就可以少聊嘅，要俾嗰啲機會去發揮嗰啲自家嘅才華咯，同埋嗰啲自家可以做嘅事情，亦可以要婦女啊、要青年啊、要細路哥可以去 deploy，並嗰啲優質地方可以要搞好多活動。所以到今時今日，華人還是在馬來西亞比較想要自己去建立教育跟就業機會的一個民族。省路偏細，甚至係行業台嘅教育，全部都照顧得到。會館真見係海外客家人前台嘅本表山，拜訪睇梅港五叔會館，接下來家園同子孫，愛帶大家去潛入啲對太埔來嘅客家鄉親。佢作為條路，咪係需要行人同馬來西亞爭作為事業喎。嘅講下同嘅蒙會總啊，吼，同小戴矮講啊，吼，哎呀，你會透視冇按軌啦。你下馬來西亞路條擺客家人做一些骨書，還有蝦米冇得做咧。佢講用隻紅葉，你自家下吼去拖，家己用，自己選，來講一句話，你是敵了。好，做過要財大過鐵，乜該勝利唔做得。哎呦，做過要財大過鐵，乜該勝利唔做得。哎呀，非做下，非做下，吼！你下打鐵電之後會咧，夾落去咯。打鐵我千日咯。鏗鏘鏗鏘鏗鏗鏘鏘，嘿！哎呦！有談過事沒？喂！開頭！哎，直接握手，慢點啊！哦，哎，慢點。
哎，太高兴，来，总太哥，哎，你好，你好的美女啊，欢迎来莅临我哋嘅美女拍摄店。总太哥，你嘅同好係乜解？同好青河塘，我哋煮來係乜解意思？出來是你同鄉啊，族內出來。客家人啊，這兩片做生意哦，有一發做過藥材大高鐵，乜解生意唔做得，有冇？睇你啊，藥材店嘅嗬，佢來貨時候嘅嗬，叫做太淺啦，我買嘅淺啊，200元台嘅喎。太淺嘅喎，太淺啊，用葉米長嘅喎，葉就太淺，出咧一隻天硬長嘅喎，謝謝喎，就意思個好穿咯，好穿嘅意思啊，我就大體就冇好穿呢個，我們睇到你看。滿頭大汗，汗流滿咯，哦，萬善太汗咯，萬善太汗啊！佢穿佢一減斜啦，佢靠幾多鐵錘就穿到嘅哦。哎呦，哦，沒容易哦，不容易。我壓機發遠了，按有嘅意思啦。所以這句話其實是打鐵的人，打鐵人會流眼淚啊！總太哥唔好緊張啦，唔會嚟茶水，便唔會講出你頭擺穿當多啦。就是廣東太埔嘅總太哥，係客家人民第3代，當從事客家文化嘅嘢啊，還接自家來創作客家嘅事蹟來娛樂哦。韓國佢經營嘅拍鐵店，同韓國講緊千號嘅5人到8人年代過後，一下培養青春島嘅夜間天天。總太哥，你愛用大鐵啦，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學的？我12歲啊，出來學師，因為家境啊窮啊，因為我哋嘅年代哦，都冇發展，12歲我學到19歲，我就落吉隆坡體校啊，就學嗰啲風箫啊、冷氣箫啊，同埋手鉸啊啲啊。學係12歲就再嚟芙蓉啊，可以間時間咧拍隻店。哎呦啊，講起來你今年還知道50幾年哦，50幾年，真的是打鐵變成金啊，很厲害。見笑。唔係，我談講哦，還有你自家發明嘅一隻東西啊，做得本來你看一下冇？哇！哎，快3步啊！有就係巴黎嘅香水。巴黎嘅香水係嘛？又出來了。我見到3啊！哇，這真的會誒！見到3啊 ！Oh my！來談講哦，還有你自家發明嘅一隻東西啊，做得本來你看一下冇？對。總太公嘅身體真見當地影響呢。啲人講我小嘅家店度嘅歷史嘅客，佢講話按呢切無神奇，見我人來小嘅佢特別嘅發明。佢講做得做平人做唔到嘅，也真係佢堅強嘅哦。乜嘅東西啊？哦，一隻啊，一隻係碌咧。碌啊！台灣黑馬哦。哎，同你講，碌，其實在馬來西亞就是一種火鍋，它是川燙火鍋。也會咧，就會放醬。哦，街邊賣的川燙火鍋，中間是放醬料，放落去。每一個格子不一樣，就放不一樣的。乜嘢啊？哦，醬放中間，旁邊是川燙，川燙完之後沾醬直接吃。但是吃的時候呢，你會看到一個很可愛的張大哥人偶，他自己發揮自己的創意去做的，在哪裡？在這裡，好可愛的張大哥啊！偷偷同大家講件事情哦，也張人講誒，會因為滾水見滾力強呢，唔過你協家下，用會一次唔會停頓咯。直到當老區嘅總太哥話，喺現場曲，自己阿伯終身成功誒。總太哥未當滿意，笑眯眯嘅送去下一隻我協嘅行程。
係講打鐵同藥材係石油行業喺馬來西亞爭做嘅事業，佢生下來愛燒嘅20隻行業，就係客家人喺馬來西亞喺打石礦過後，作為元素遷到嘅一項投入了，就連種子生啊、吃食都是做喎。唐公啊，你這 sale 嘅時節啊，很長很早起。細晚仔時候，因為早以前大概3點4點樣，我幫阿爸阿媽割樹，你講割樹係嘛？就是割膠。那現在應該很久沒有體驗到了，對不對？幾十年沒有了啦。幾十年，因為小時候呢，我爸媽就想說我比較會念書，他說你就乖乖去念書好了，不要那麼跟我們去做這種比較辛勞的工作。對，會念書厲害。還好我會念。但是呢，客家人有名堂冇按簡單哦。根本呢，請到嘞。要讓你呢回憶當時的這個感覺。現在我們往左邊5步就有了，來走。就被你找到。哎呦，1、2、3、4、5，哇！太公你好啊，香馬街，這叫嚟。香門。問太公，你第一年同學係乜街冇？我同學係雁門。雁門堂啊？對。同學小學堂，我哋學東西了。香文嘅年頭係因為朱文王係8胎子孫，本人封定雁門，結果係文王嘅文師來做相，未用雁門做堂號。當時湖南亞條蔬菜向文後退，單都用雁門做堂號哦。基本嘅藝人之兩片啊，你要準備乜嘢好嘅東西俾藝人 show 嘅嘛？有條一來看國書教鄉。國術教一定會來啊，因為藝人嘅性格啊，佢細個嘅時節啊，有國術教過嘅哦。以前咧好多細路哥也幫忙學下國術啦，因為一啲家境過窮咧嚟講，嗰啲人做咩背啦？咩背啊？咩背？等陣，咩背係乜嘢意思？是那個杯。那個杯裡面有那個膠，它那個膠是拿了過後，還是有凝聚在那邊的嘛？那個要拿出來也可以賣的，那個就是。哦。對，那個也是一個成品啦。所以那個動作叫做咩杯，就是撕，因為好像粘在那個塑膠杯或者是那個瓦杯嘛，有兩種杯。那剩餘下來的膠質啊，它凝結起來那種啊，撕起來然後拿去賣。哇，新哥真的是有經驗，一看就知道。可是我告訴你，那個味道可香了。真的假的？可香的這個表情哦。哎呀，它可以粘在你身上哦。一次以後可能是1個禮拜都不會臭，比臭豆腐還誇張。哇塞，臭，聞了久久不能自己，會想念它。會想念它是不是？那幾十年後我還有那個印象。那清油很重的回憶呀啊。是的，我以前媽媽都會洗我們腦說，它。椰汁味道好重啦，驢嘅味道好香啦，就是驢就是錢哦，驢的味道是香的哦。小時候就一直這樣被洗腦，這樣，然後就努力工作，就好勤力工作，勤力這樣的意思，勤力工作。馬來西亞是係石礦同蘇南嘅青苔生產國，也有項子人未係客家人嚟到馬來西亞主要嘅原因。土石礦漸漸嘅磨退過後。蘇南就變做客家人嘅主要行業，總之成嘅阿公同阿爸，咪係意思割蘇南來落實咯。同叔係嘛？同叔要講客話咧。有。哎呦，相同。嘅同校係乜嘅咧？同學係北海堂。北海堂。北海堂。哦，冇錯。你們以後來割橡膠，可是我沒有割過啊。這個有沒有要什麼一些注意的事情啊？割樹要有公雞嘛，還有公雞啊，筍刀，塑膠刀，我們叫這個割膠刀。我們先來看刀子好了，要刀誒，有什麼特別的？哦，它有一個鈎，有一個轉角的誒。你乜割？你割咪就跟住行咯，沿樹皮先行，跟着那個道路走。哦，跟着樹皮這樣子的紋路係嘛？呢套呢邊有啱平均咯。啱平均，一直挖，一直挖。好嘅，好，我嚟試一下，做對冇？做對。這個膠帶有點厚，你要把它拔掉。把所有的拔掉，然後變成一個小毛球，這樣就可以去拿去賣了。哦，所以這個也小時候的零用錢。哦，這個你就收起起來變零用錢，然後拿去賣。哦，原來。對。好，我先試一下。哎呦，挖一挖就順着割絲咯，割爛咗咯。這樣你是割過了，一拔刀。哦，哇塞，要貼着啊，樹用樹係嘛？一拔
小放内尾。哦，两片了。哦。右手实力。左手爱用听下衣爱用。哦，跪下来，爱用油嘛，爱用油嘛。哎。不过你这个割的很惨，是不是？冇啦，因为佢冇試過，冇辦法唔平均嘅要。哦，挨冇平均啊！哦，試過嘛，就沒試過。對，冇試過哎。不過體驗大概就是這樣。對，哇，所以你看這個刀子轉彎的是因為要刮一條那個樹皮下來，是，然後給樹葉要被按勇救出來。所以最利的就是你看我們現在這個地方，這兩邊靠近你這一邊跟這一邊，因為它是用來的嘛，哈。對，右手拉，左手就是固定，然後你要就穩定它。穩定哦，要穩定那個角度。不穩定的話，你要割到它的那個樹身、樹牆。哦，不可以。所以哦，這邊要貼着這個樹這樣。平啊，用來順延而來咯。哦。割樹呢，已經有30年經驗嘅同叔同種子成用嘅，都係非洲客家人。同叔講啊，樹嫩樹總係7、8年長割的，一條樹總係割16年。唔過係講啊，從家園按呢青菜割，送到樹身，樹死睇咧，錢就俾睇咧哦。接下來揾種子成來試看啦。慢慢來，慢慢來啊！這樹皮嘛青硬哦，會出辣哦。哎，厲害呢！割錯了嘞！哎 ，sorry 啊，安哥。沒有關係，沒有關係，冇關係。哎，跟我小時候割的一模一樣哎，我媽就會打我。哇塞，很順呢，安哥。而且都沒有露出來。哇，掌聲鼓勵一下！哎，新哥很厲害哦。偷割的樹的感覺。對啊，偷割的比較好啦。你看我的那個膠質很多哎，很多。其實割的不太好。幾多分？100分有嘛？100分啦。唔識分嘛？唔識分。家園同志神啊，是搞到當歡喜，同屬的順風看啊，心肝艱苦到為死。因為樹嫩特地都當珍貴，也得樹嫩葉特整一打，就得為同屬創業10萬台幣呢。一年啊，吼，會割幾塊嘅樹葉。嘅薯條，3級幾多樹咧？太快3級啊，400幾棵，400多棵樹，幾棵啊？呀，唔係條，係一級就8、6棵，一級8、6棵，160。我們是一級一級這樣算，它一畝一畝這樣算。因為它每一棵它的距離是要3米，就是要設定。樹果太嘛，1米樹卡樹嘛。毛灰咯，橡膠樹它的那個杆子比較多，那如果你不是有一個大的距離的話，它就沒有辦法長得很開，那葉子就沒辦法就是很茂盛去吸光嘛，所以就是要有，他們已經就是有經驗去量好了這個距離，大概3米是最棒的距離。你要常常就是除草，除草也蠻會啊。對，因為你不要被它吸掉你的肥料啊。誒，這條誒就是這個片的嘛。它沒有葉子哎，大的遮蓋了它嘛，它沒有生長得好，所以它的樹幹就比較少。哇塞，樹幹小來講，它的膠質就肯定是來得少了，它不夠營養嘛。哦，這個樹幹比較大的，它粗的，它就是膠質也比較多。小時候就會看到哇，這個樹好大哦，然後割了以後，它那個膠質就一直滴很久，可能滴3杯左右。對，你就很喜歡那棵樹，特別喜歡它。雖然講啊，割樹呢嘅樹葉當好。唔過，喺日頭出來以前，林田剛就開始，按係樹嫩長尾較多。韓國因為鹽度冇係當多，其實啊當辛苦啊。普通割嚟2點鐘過後，等樹嫩跌嫩就做得熟嘅。哦，咩背，你啊背嘅這兩片啦，拿一位。新哥，你幹嘛退一步？這裡面是那個呢優格啊。很像優格，你看，早上吃的塑膠優格。對，果樹之前Maggie 啊，你拿出來係嘛？拿出來它空碗，它可以裝滿。哦，所以直接用手拿，是不是？對。哦，好。小溪的衣服。哇，好黏啊！你看，怎麼會這麼黏？橡膠，哦。啊，好臭啊！哎，咩背啊？請哥，再會時間。哦，這真的會自然響度。想象我們從小就這樣哎。真的嗎？這個不是味道，這不是味道。真的味道。哈，你弄了你去洗手用肥皂，洗不到那味道。都洗不掉。你用那個檸檬
酸干去洗，湿透的时候你嗅没有味道，但是当你手一干的时候，那个味道又来了。又来了。呀，对，哇呀，才是味道。那个才是味道。是味道。还有更厉害诶。好啦，落去啊，批一下啦，试一下，我一定会試一下。一定會試下。同那個，我哋以前，嚟，繼續嚟以前，剔出的味道。到底今天會不會拍到我吐出來呢？第一次在鏡頭上面吐啊，妹哎呀，也比看啊，就當地人講呢。村長講啊，就係亞種當當嘅無拿，在個現在只咩幾行人意水，也真係數呢真實嘅面試。哇！哎，快3步啊！而家就係巴黎嘅香水，巴黎嘅香水係嘛？啊你先去摸下水，睇下看看。哦。幹嘛？有一樣沒又出來了，第一擺是剛挑前又出來了。啊，你睇下看看，巴黎嘅。好甜呀！我見到3啊！哇，這真的會哎！見到3啊！好嘛！來吧，各位不是！哇塞！夠力嘛！亮筋有力。去洗手，洗了色的時候，味道沒有。沒有了，乾掉之後，你的手指頭乾了，你再來嗅一下，看那個味道，它會永遠跟住你。暫時這2-3個小時，沒有到永遠啦，哇塞8個月吧。是8個月，所以我這個走在路上，大家說，哎，你有割膠啊？你有割膠啊？你有割膠啊？亞米是當場係粗手米，咪當場係水餃都會獻。我見吹真緊啊，永遠會記得。總之成講，其實啲基地也在我見，愛小嘅蘇南家客，心肝頭都實在當強，因為愛做好，又會本門得掉。蘇丹人都會有沙漠，會有富奇漠，細時節強度嘅飛熱，一下都上起來嘅。嗰啲佢探見亞地度，細時節天文講，睇睇野外向下做些感覺，咪全部上起來嘅。嘅係種溫馨又快樂又辛苦嘅甜蜜生活。嘅野外咪就係啲意思骨鬆呢，辛苦同家到兄弟姊妹土態，客家人有樣堂大幫總之神。人哋馬來西亞看到為老祖公啲南洋辛苦大病嘅實樣。